我個節目做咗咁耐，都聽過好多人嘅投資分享。其實好多朋友成日都問我點樣做到財務自由。其實喺投資路上，我自己一直都好強調投資金字塔嘅重要性。投資就好似玩層層疊咁，只要你嘅地基擺得夠穩，無論你搭幾多上去，都係要穩穩陣陣。嗱，真係唔跌㗎。投資上穩陣嘅地基就包括一啲收益型嘅投資工具，例如收益基金，有分散風險之餘，又可以有穩定嘅回報潛力。今日我就請嚟富達國際嘅 Marcella 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收益投資嘅前景同選擇。Hello Marcella， 你好啊。Hello 索索你好啊。喺我分享之前呢，我想先問下你，你會點樣揀一啲收益股票基金做投資啊？嗱，我自己嘅投資策略咧就好似呢個節目咁樣啦。我係希望咧先打好個地基。咁啊，地基入邊咧有一啲優質嘅股票，即係唔單止美股、港股，即係可能有啲全球嘅股票，咁仲有一啲派息嘅一啲股票啦。咁啊，先好似一個踢波咁樣，先做一個防守，咁我再下一步再諗進攻，咁啊最後達到一個財務自由嘅。咦，咁Marcella，咁市面上有啲進可攻退可守一啲選擇俾到我哋嘅？選擇收益型嘅投資咧，都要視乎翻個人承受風險嘅能力㗎。一般嚟講咧，相對比較保守嘅投資者可以考慮投資一啲債券基金，例如美元債券基金，主要投資喺美元計價嘅債券上面，風險亦都相對較低。而對派息有更高期望嘅投資者，就可以考慮以環球收益股票投資組合作為基礎，但係加入主動管理期權操作嘅基金。呢一類型嘅基金可以幫投資者爭取更加可觀嘅收益潛力。咦，Marcella，聽到呢一度咧，其實我哋點樣喺一個基金度加入啲期權入去咧？其實富達升級收益方案有齊 STAR 組合，啱晒你嘅要求啊！STAR 代表乜嘢呢？ S 係代表 stability 穩健收益，資產配置分散到環球市場，唔會集中喺單一市場上面，有效為投資者分散風險。投資組合同時以派息企業為主，透過股息收益為投資提供相對穩健嘅收益潛力。T 代表 top tier 優質資產，聚焦具有良好資產負債表同現金流嘅優質防守性企業，兼備周期性嘅行業，捕捉股市上升潛力。A 代表 advantage 主動優勢，持續增長嘅企業，配搭股息收益，再加入主動管理嘅認購期權策略，可以話係攞盡 advantage。R 即係代表 resilience 強韌，能帶嚟相對強韌回報同收益嘅背後，係因為我哋着重企業嘅價值同埋質素，並冇隨波逐流盲目咁樣追求投資動力股，所以波動性較低，就算經濟動盪都相對強韌。咁Marcella，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啦，咁我哋真係要揀一啲進可攻退可守，同埋最緊要大家知道自己嘅風險喺邊。冇錯啊，果然係投資達人。不過要留意收益可升可跌，收益較高嘅同時，亦都要平衡翻整體嘅總回報，做到攻守兼備。所以最緊要都要係留意翻自己可以承受嘅風險程度。咁啊，其實投資就好似我哋一齊玩層層疊咁啦，先慢慢一步一步打好個地基，再一步一步推向一個財務自由啦。咁啊，今日都唔該晒你啦。咁我哋下次再有機會一齊玩呢個層層疊，分享下投資啦。好，隨時豐沛。